另外咧就話，如果假如啦喺你嘅投資上面咧有啲嘅投資項目咧，其實係會蝕咗錢嘅話咧，咁而你又可能有其他嘅收入啦，想抵消嘅話啦，咁去到年尾之前咧，你就可以咧賣走你嗰啲蝕錢嘅一啲嘅投資，可能係重新部署啊，或者係直情想斬纜唔要 keep 嗰啲嘅投資嘅話啦，咁你得到嘅嗰個 capital loss 咧就可以咧去抵扣咧你一啲嘅 capital gain 啦。咁所以咧年尾嘅時候投資嘅 review 咧，亦都可以睇翻咧究竟有冇 loss 嘅地方咧，你係會想 realize 咗佢嘅。仲有咧就係如果咧你不嬲都有參與開咧一啲嘅慈善嘅捐贈嘅話啦，年尾嘅時候記住咧就係可以做你嘅 charitable donation 嘅時候啦。嗱喺 BC 省啦，你可以大概攞到29%咧，成為咧你嘅一啲嘅 tax credit， 即係直接可以嚟幫你減稅嘅喎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本來都有心做啦，咁就不如 might as well 喺年尾之前咧做咗呢個動作，等你自己咧可以幫助到社會之餘咧，亦都同時間可以享受到咧一啲嘅退稅嘅優惠啦。